台语一年长，愈讲愈认长。大家好，旁边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前一阵差不多2礼拜进前，法国巴黎。伊就四界咧传讲，有诶着迄种目屎剂。啥物是目屎？就是咱华语讲诶臭虫。伊会伫咱诶眠床顶悬生炭，伊毋是单会甲你加尔哦，加伫镜头，有当时也嘛最严重。虽然讲即个目屎剂吼，伊是伫咧法国巴黎中心引起诶，毋过吼，因为即马疫情已经较消退啊，大家就足介出去佚佗。即马大家去出国嘛，足利便诶，所以就有人会烦恼讲吼，目屎毋知什么时阵会传来咱遮来。果然啊，即个目屎吼已经对即个欧洲传到咱亚洲啊，而且亲就是即个韩国就已经有案例啊。最近咱台湾嘛是有人通报讲啊，伊伫咧旅馆有看到即个目屎的影像。啊，若讲到目屎，伊本身吼，伊的身躯其实吼，伊的胯是0.3公分，啊，伊的长呢，差不多是0.7公分，所以看起来呢，细只安尼。要毋过吼，你用目睭落去看吼，真足看吼，伊嘛是咱看到伊的形影。所以咱拄则讲到啊，就是讲吼，即个目屎吼，伊做到美伫眠床顶，伊当作安怎你也甲刺激着，你可能就会闻到一个怪怪的味，因为伊身躯顶就会甲迄种气味传出来。所以吼，咱华语开讲伊是臭虫。而且即个目屎吼，伊伫咧日时的时阵吼，伊伫咧密伫咧咱的床内底，可能是床帮迄个所在。啊，到暗时的时阵吼，伊就会受到咱人的体温嘛，啊，有咱喘气放出来即个二氧化碳吸引，伊就安尼走出来吸你的血。伊敢若靠安尼哦，伊就会使活5到10天，而且伊嘛会使过来个月拢莫食物件，嘛会使会活哦。啊，若讲到吼，人若去互目屎夹着，是足食力的哦。一开始吼，可能无啥物感觉，也毋过吼，等甲过长工，你就会感觉皮肤会擦。会痒，啊，你会想要去甲撩，因为反红哦，伊有红红的一点哦，像迄过敏的镜头吼，伊会连续1礼拜外到2礼拜，互人感觉足压在，因为你身躯吼，即个红点吼，要甲撩嘛毋是，等伊好嘛毋是，所以你若不兴去互目屎去甲夹着吼，嘛是建议大家吼，爱去互医生看吼，看医生安怎甲你即个镜头治疗好。其实吼，咱人类去互即个目屎所困扰即个历史吼，已经足长久啊，一直到20世纪到咱21世纪，发明出迄款杂糖的药剂。啊，你才开始会使去大规模的去消灭这个目屎。啊，毋过吼，最近这目屎佫开始生团是为虾米呢？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因为目屎已经对这个药剂已经有一寡抗药性啊。啊，一部分嘛是因为咱的封闭性较落去啊，加上最近大家伫咧各个国家拢有在出力，所以吼，这个目屎才重新伫咧咱全世界生团。所以讲，大家即马就爱开始去了解讲吼，安怎去防范这个目屎。啊，你若是去互伊夹着，要安怎处理迄个皮肤顶悬的空喙安尼。啊，头先吼，你若真正去互目屎夹着吼，你爱先有病，啊，无就是讲吼，你就爱去摕迄伫室窗的迄种药剂，抹伫你的空喙顶悬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吼，你嘛是会当去摕迄种迄生理盐水吼，清洗你的空喙，甲洗互清气，较袂去讲吼，迄个空喙吼，佮去互感染着。啊，若愈来愈严重，你就真正去看医生。另外吼，咱嘛已经知影讲，倒一个国家有即款的目屎剂啊咩，所以咱若是有人吼，伊为即个国外转来，头一件代志就是甲你迄喷伊的身躯。毋是啦，是甲伊内底衫裤啊，伊放伫咧行李箱内底衫裤啊，就要紧摕出来，放伫咧日头遐晒，毋好就安尼甲伊收入去袋仔内底。另外，你若是有迄款较大卡行李箱啊吼，上好的办法就是甲伊落入去一个足大的塑胶袋仔内底，袋仔内底装一寡迄台糖的药剂，互伊放差不多1个月，互即个目屎，因为伊无地通好生存，啊，伫内底去用吸死安尼。啊，无论是家己厝里的眠床吼，还是讲你的二手的家具，啊，无就是你去旅馆内底困的迄眠床顶吼，你拢会当先检查顶悬敢有目屎的分量，尤其是像的迄种眠床单、被单、枕头顶悬啊，然后当作有种目屎放晒伫顶悬，啊，无就是讲伊有装一寡臭味的液体，你就会当去看伊敢是有留下一寡乌乌红红、深色的分量，所以伊爱注意。除了吼，咱爱检查咱困的所在，其实大家就是莫伫咧厝诶囤一寡有诶无诶，安尼较袂负迄款互目屎伫遐生存。啊，若是大家真正伫咧咱厝诶家具啊，还是箱仔内底有看到迄款目屎诶分量，你就是会使先甲即个箱仔，还是讲即个家具落伫咧一个大塑胶袋仔内底，绑好安，规个摕出去晒安尼，啊，利用这晒有迄款烧气嘛，甲目屎吸互死安尼。其实吼，内底温度只要有65度，都会有迄款会使消毒目屎的效果啊。同款道理吼，咱甲衫裤洗一遍了吼，你就爱去甲烘好呾，烘好了后，你也放一个袋仔内底甲收藏起来。为虾米爱安尼做呢？因为吼，目屎无法度因为水洗就甲太死，伊就一定要用高温去甲消灭。因为吼，就是即马咱台湾其实嘛有一寡案例在出现啦，所以大家就是爱去了解讲吼，要安怎去防避即个目屎的出现。上好的办法就是爱加检查啦，大家嘛是会使加分享
一寡安怎封闭目屎的知识，安尼才会使避免讲即个目屎四界安尼生团，啊去扰乱咱的生活。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看第一技能灯，拜拜。